31章3节。好，我们翻到了吗？我们的周报这边也有，有没有看到在这个周报下面也有写？我们的经文，好，我们翻到，我们一起来读，请。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好，再读一次好吗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好，这边说古时，我们同一个版本，我们可不可以再读一次？因为我们只有一节，好不好？好，一起，看得见吗？可以。好，一起，预备，开始。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好，耶利米书这只有一节，为什么第一节他说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来显现？其实有人翻译说，我从很远的地方来向你显现。我们的神在很远的地方，还是在很近的地方？不管在很远、很近、很久以前，在现在，我们的神都要用永远的爱来爱你跟我。神用慈爱来吸引你跟我。好，那我们今天要来看，从怎么样子在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人，他叫做刘义恩。你们有看过、听过他的消息吗？他呢先天两眼都失明，他出生的时候就被他的亲生父亲来遗弃。你会不会想过，他天生就眼瞎，他为什么会被生呢？我们今天会前读经，我们还读到约伯。约伯他是到了长大，享受了很多以后，他才被这些收取，才被神收取。他都还埋怨他自己为什么被生，他为什么还活着。这个小女孩刘义恩，她生出来就全盲，她的父母一看到她全盲，马上就真的是盲掉了，盲体啊，因为他不要她，再也没有去领她。领养她的父母会认为有人领养她，很肯定的说，它是上帝给人类的礼物，他因为爱而被生的。从来没有受过任何音乐训练的他，却能够用钢琴来演奏莫扎特、贝多芬、肖邦等大师的名作，而且新的曲子一听到，他就可以来弹奏。刘义恩，他怎么样做到的呢？我们来看他好吗？我们看这个影片，就知道神怎么样子，因为爱他，让他出生。请我们一起来。어머니나 아버지를 닮았어. 보이지 마라 사랑해 사랑해 얘는 사랑해. 예. 만져볼게요. 나. 어머, 어떡해. 기가 막혀라. 그 재능에 소름이 끼칠. 내쉬면
맡겨요. 당신은 사랑 맡기는 태어난 사람 당신의 삶 속에서 그 사랑 맡고 있지요. 당신은 사랑 맡기는 태어난 사람 당신의 삶 속에서 그 사람 받고 있지요. 태초부터 시작된 하나님의 사랑은 의지의 열매를 통해 열매도 있고 당신의 사랑받기에 태어난 사람 지금도 그 사랑 받고 있지요. 一个这样子的人唱出这首歌，他的出生是为了享受上帝的爱。我不知道我们看了这个影片以后，心中浮现什么？你曾经为自己的出生感觉喜乐，还是曾经为自己的出生发出疑问？像约伯一样，他甚至咒诅自己出生那一个晚上。当他的生命被形成是由他的爸爸的精子跟卵子相遇的时候，那天晚上，那个夜晚，那个关键的时刻，约伯都埋怨午睡刘义恩，唱出这首，他的生命是为享受上帝的爱。我不知道我们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我们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感谢神说：“主啊，我今天又要来享受你的爱了。”虽然明天这个说阿妹的人要考试啦，成绩出来的那一刻啦，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也阿妹，阿妹，因为神知道我们的未来。他照我们，他早就已经预备好那够用的恩典。什么原因？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什么？上帝所造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什么？第一呀！上帝在创造人的时候，就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来造人。神的形象来造男，来造女。我们人被受造是多么有价值，因为我们就像他。我们是像神不是像任何一个人。我们像上帝，上帝有多美好，我们就有上帝美好的形象。如果你现在不够美好，或者是你家那个人不够美好，或者是学校那个人，甚至学校的老师不够美好，都不是神的错，都是因为我们人。神原来按照他形象，我们原来是很美好，甚至我们的美好是反映出上帝的荣耀。所以在旧约这段经文说，那时候耶利米写的时候，他们是有够凄惨，可是他仍然能够说出这句话，说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来显现，而且这个感觉就是说，在很远的以色列，不管主你有多远，不管我现在多凄惨，不管我现在怎么样子的惨，我都能够有一个信心，说主，我被生是因为我是第一名。主啊，你用永远的慈爱来爱我。主，你就是定义要来爱我跟拯救我。怎么说呢？我们看到那个张南纪教授，他曾经讲，
他是一个做基因科学的。他说，在大自然里面呢，本来就是有一个什么择优的这个遗传。他说，两性的生殖另一个好处就是拣选。神透过人的这个生殖，卵子跟精子相遇的时候，使物种变得更强。譬如说，在狮子里的世界里，我们最近101都在看大自然，熊也一样，在这世上的人也一样。神就是透过我们的生殖是会越来越强，因为神的心意就是要祝福人。他就说，狮子的世界里，公的那个狮子是各自占地为王的。如果有100只母狮子，并不会使每一只的公狮子都因此有后代，因为所有的母狮子会受到最强的公狮子吸引。这是狮子的世界，以至于繁殖后代有公狮子强壮的基因。这便是上帝使物种延续下去，而且不会衰残衰落的原因。神在大自然里，我们透过大自然里，我们就知道神的心意。连狮子，连蚂蚁，连我们持续在看的熊的，我们记得几个礼拜前看的吗？我们那个熊的母亲被大自然，神还不断的提醒他，石头落下来，可是他没有接收到这样子神的提醒。他被那个大石头压死，可是小狮子呢，并没有因此就饿死。这小狮子，神透过动物界中不同的来帮助他，狮子都可以得着从神来的帮助。我们人呢，更是神所爱的，神更是用那永远的慈爱来爱我们。所以，我们呢继续看到这个张教授说，在人类的繁殖更是如此因为人的这个精子跟卵子结合的时候是怎么样？是2亿精子中跑第1名。所以这个很重要。传道现在学到一件事，跟隔壁的说我从来没有讲过这种话，但这个很重要。你是第1名，你是第1名。好小声尤其我看到校长自己讲自己的，没有跟那个夫人讲你是第1名了，好，来，1、2、3。你是第1名，你是第1名，我是第1名，好不好？我是第1名，好不好？1、2、3，我是第1名。不管你现在是情况如何，你都是第1名，不然你不会在这里。跑赢多少？2亿的精子中跑第1名的。因此，我们可以说我们是最强壮的，因为只有最强壮的精子，我们才能够生出来。而且我们生出来的当中，不断要有神的恩典，我们才能活到今天因为有很多人已经不在我们当中了，所以神让我们活着，就有神要给我们的这个意义。至少我们出生那一天，我们都是第1名。以神的标准，神让我们赢在起跑点。亲爱的大家，我们是赢在起跑点。如果你相信主耶稣的救恩，最后结局你还是会赢。为什么？因为神看我们是独特的，神爱我们。我们信靠上帝的人，我们就要接纳我们跟别人是不一样，因为上帝很有创意，每个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不要跟我讲跟谁，我怎么跟谁都不一样。你不可能一样，因为我们的神是有创意的，他所创造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他每一个都看为是宝贵。上帝看为尊贵，是特别，是独一无二，所以你跟我都是独一跟尊贵的。有一个童话故事这样说到，他说有一个国王清早去花园散步的时候，竟然发现所有的花都枯萎凋谢了，也没有台风，也没有下雨，也没有大太阳。他在询问之下才知道，这个橡树呢，高橡树呢，已经很高了。他还在那边，我怎么没有像松树那么高大俊美因而他就厌世，不想活。松树应该很高叫俊美吧？这个松树呢，看他也没有什么朝气，为什么？他很怨恨自己，说：
不像那个葡萄树一样会结果子，而且那果子吃下去很 juicy， 很多的汁哎，因此它也不想活了。所有的植物都埋怨自己不如其他的植物，而不想活。只有一棵小小的心安草，它的名字一听就知道它很心安。它仍然很灿烂，开着很灿烂的不知道什么名字的花。国王看了心里很欢喜，就问心安草：“你怎么会这样？”他这样说：“因为我知道，你所以种我，就是要我心安草，做心安草，所以我就很心安的快快乐乐做好我自己。”亲爱的大家，你是心安的人吗？好不好？如果你不知道你自己心安，你是独特，再回到神的面前，好不好？如果你回不了神的面前，你都听不到神的声音，那么传道要说，你除了是第一，你还是什么唯一？另外一个是什么一？什么一？加一。加一是什么意思？神让我们都有什么？都要结婚吗？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如果可以结婚是很好啊，所以我们婚礼常常会说这句：耶和华上帝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除了这样子之外，传道书在4章9到12节也告诉我们怎样，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两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也就是上帝呢，心意是要我们加一。不只是在 FB 上人家讲的话你同意，说加一，等一下要吃那个欧阿米说加一，不是这样而已，而是你有苦的时候，有人跟你同苦；你得荣耀的时候，有人跟你同样得荣耀。你们是不是一直在猜？很多人在笑，这个是谁啊？看起来像传道吗？啊，笑最灿烂的啊！这个我们的校长应该知道他是谁哈。记忆最好，我们教会记忆最好的是谁？看过你了，他就不会忘记你的名字的。对了，文成长老。哇，你看，神在他身上加一，那果效有多好啊！现在变成几了？3呢？啊，得恩、得佑、得恩啊，还有与恒。所以神很奇妙，除了让我们当第一、唯一，还让我们怎样加一，甚至这个加一可以一直加、一直加、一直加。因为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在这世上有一个团契的关系。我们除了跟神，我们跟神的连结，我们有从神来的平安喜乐，领受他的爱之外，我们更能够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独特，因着独特，我们就不可能一样，不可能一样，就不可能有说个性跟我不合的人，我要跟他离婚；个性跟我不合，我不跟他讲话；个性跟我不合的人，我不想听他讲话。每个人都不一样啊，因为每个人都是唯一啊，在那个不一样当中，我们是要彼此接纳，我们要彼此分工。更重要的是要合作，我们彼此相扶持，所以神给我们不断加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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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好不好？我们有一个通关密语，好不好？当你苦到像约伯那么苦，不想活下去的时候，你只要跟传道传个简讯，或者是在传道 FB 讯息私讯写什么加一。或者是你只要是迦南教会今天听过讲道的人，大家看到你的状况讯息是加一，请大家好不好都上去成为他的那个一，好不好？好不好？因为我们发现很多人是因为不知道求救。如果你愿意求救，你会发现很多人愿意帮助你。譬如说，明天要学测的，你今天晚上愿意为他祷告的，请你举手。可以举高一点，因为有人明天考试坐在最后一排，他怕他看不见，跟第一排的。
你可以站起来看，好照相。好，谢谢情况下，我看到好多加一，谢谢主，把我们连接在一起，跟他成为一体之外，我们跟他是一起加一，而且我们的加这个一，神最大的一，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我们是跟神加一，我们就跟神是一体，神的能力就在我们身上彰显，神的荣耀也在我们的身上来彰显。我们一起来祷告。